粉絲嘅留言話佢想聽我唱《無力挽回》，仲留低咗一個好有誠意嘅、充滿住遺憾嘅大學愛情故事。咁呢個男 fans 咧喺佢讀大學嗰陣深愛過一個女仔，為咗佢仲推遲咗半年先出國讀書。喺呢半年裏邊，佢哋做晒一對情侶最甜蜜嘅所有事情。但係當呢個男仔出國之後，佢哋就係選擇咗分開。如無力挽回，要懂得放手，勢別了的人再不可擁有，仍能在往後日子學懂珍惜，念在愛你的，別叫他難受。如果係以前嗰個涉世未深、感情又非常單純嘅我，去聽到呢個故事嘅話呢，一定會覺得好老土嘅。一個男仔將一個女仔分開咗之後，點知幾年之後再聯繫上對方，對方已經係有咗自己嘅家庭，結咗婚，有咗 BB 啦。哇，係電視劇都係咁寫嘅，係咪？過咗幾年，自己有啲經歷之後，呢啲事情係真係發生喺自己嘅身邊，唔係老土啊，而係話呢啲遺憾係普遍存在，而呢啲嘅選擇亦都係一件再正常不過嘅事情。所以如果你仲係愛住對方嘅話呢，唔好猶豫，繼續將呢一份嘅愛意表達出嚟。但係如果對方已經決定唔選擇你嘅話，你都唔好覺得對方好衰。咁係因為當你哋做出分開嘅決定嘅時候，對方已經完全咁放低你啦。所以記得將呢一份遺憾 keep 住喺心裏邊，然後將佢變成動力，愛好未來嘅人。